厝内面的厅倒头，若准有观音妈擦顶头过5位的，其中一位穿飘的少年人，就是这灶王公，和咱生活正接近的神明。这新竹北部的五指山有全台湾头一间专门拜灶王公的庙。旧历8月初3是灶王公的生日，今年也是这间庙120周年。庙方特别传古早时代的灶要铺圆啊，让大家吃平安。 过去有袂少民众拢会伫厝内灶顶搭相片，也是灶神的符啊，拜拜求平安。对时代改变，古早时代用砖仔角做的灶已经愈来愈少。不过，也有民众讲，家己赶快会伫家私路边啊来拜灶君。即摆人嘛是用家私路的边啊灶脚嘛是有拜灶王公，嘛有搭迄个单拜灶王公啊。传统就是讲拜灶神，较有通趁靠食吧，趁靠钱啦。以前是请一个。 相片哈是代替贴在那个墙壁上，我们就在拜，就尊重这样。现在的早现在是就会回锅那个微波炉啦，什么都没有这个大灶的无啊。新竹县五指山的灶君爷庙，起伫1905年到今，已经有120年历史。文化工作者指出，灶神踮道教其实中算是家神，所以较少看到有庙久的主神是灶君爷。 拜灶神，买当讲是一款文化传承，人的文化传承，传承变成说家里没有拜灶神，大家就往灶君爷或这方面走。他是上天去报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地就是五指山在有这样的灶君堂是我们大爱三乡北埔人的一个幸福。要用甜的食物来拜他哦，因为要让他加滴滴嘛吃甜甜的然后到玉帝前面讲你家的好话嘛，这是一个传统。 旧历8月初3是灶君的生日，除了有相关庆祝活动以外，今年拄好是这间庙满120周年，庙方也特别传古早时代的灶，用来煮圆汤，让大家吃甜甜保平安。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